兄弟姊妹，感谢大家的关心台岛。确诊了后食药我感觉较好势，不过讲话拢还佫会煞。请大家了解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2年6月2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第1节到第2节。1节到20节，内容记下卷第1章13节到18节，第2章第3节到第5节，路加福音第9章21节到2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人。伫西方的影片、电影中间，时常拢会出现一个 Kingsman， 特别是伫古装的影片，咧讲到迄是国王的人手啦那伫即个现代，还是讲伫冷战时期影片，也是即个间谍片。是咧指训练非常好即个秘密部队，也是即个单位。或者是用中文的角度来讲，叫做金牌特务啦即种的组织。即个人中间伫即影片中间，若毋是讲武功真高强因的能力真十足。因的配备器材就一定拢特别好，会当讲是互人真正欣赏的工作，也是种生活。有足侪人看到电影遮的人的时阵，就会讲好酷安尼列王记下卷第1章13节到18节，记载着以色列王亚哈谢。伊派出济王的人，就是迄军队，去要求先知以利亚落来，因为因的王跋倒受伤的缘故，因想要去找伊帮忙，但是伫迄进前却去问即个以吉伦的神明巴列的西卜，结果伊每一摆去找以利亚先知的时阵，就去互天顶降落来火来烧死。这个是王的真精兵的部队，是王的人，却真正真简单就去互火甲消灭。为什么？根据列王记下卷第1章的经文的记载，拢总有3摆。这个王的部队来到伫以利亚的所在，圣经咧讲，军官甲以利亚讲，上帝动用的人，王命令你落来。第9节到11节，先知以利亚嘛回答讲，伫圣经记载，以利亚因讲。我若是上帝所重用的人，愿天降火烧你甲迄50个，就有真大的火对天落来，烧灭伊甲迄50个。2摆拢是50个，佮加2个领队啦13节呢，就是第3摆，这个国王的军队又过来因相款对先知以利亚讲话，但是方法却改变，内容拢改变。因哀求讲，上帝重用的人，求你看我甲你这50个仆人性命做宝贝，因为有火对天降落来，烧灭以前的军官甲迄100个人。但求你看我的性命做宝贝，前后讲话的方式、态度，拢有真大的改变。
对伫好那亲像对伫属伫王诶人，变成做降服，成做降服上帝仆人诶一群军人。因此，上帝就甲以利亚讲：你通甲因做伙去见王。可能是因为因已经知影上帝诶权柄是遮尔诶大，毋是任何人话讲王命令就会当赢过。咱讲见耶稣基督伫传道诶3年诶中间，有几啊摆有言，家己会受难甲死。一般非基督徒真侪无法度理解，或者是接受。哪有一个人有言家己要安怎死，佮无要想办法去避开呢？耶稣基督毋是家己常常讲破病诶人才需要医生，那安尼伊家己为虾米无要去找求解决诶道呢？伫今仔日诶经文甲咱讲，因为安尼耶稣真严加命令因毋通将即个事甲任何人讲。这段圣经中间咧讲的这件事，就是彼得的告别。伊讲你是基督，永生上帝的囝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咱知影耶稣基督，伊家己就是迄个解决之道。那安尼为什么伊又愿要来所有人的苦难来进前呢？那是因为伊是上帝的人，伊要行上帝的路，要遵循上帝的旨意。耶稣也对伊的门徒安尼讲起。圣经记载，耶稣对大家讲：如果有人会对我，就得爱放下家己，逐工派伊的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因为迄要救家己性命的，反倒当要丧失性命；迄为着我丧失性命的，反倒当要得到性命。一个人若是想赢全世界，却失去家己，也是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呢？如果有人掠我甲我的话做见笑，人主伫家己的荣耀的中间，并伊伫老爸甲圣天上荣耀来临的时，也要掠伊做见笑。我心中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活伫死进前，要看见上帝主权的实现。亲像伫咧王旗下关中间所摕到遐个属伫王的人同款，因为讲王命令，因为因知影因家己是王的人，所以用王的命令做因的准证。那安尼，咱自称是上帝的人，是基督徒。咱来当怎样会当讲？我无愿意听上帝旨意，我要对家己的意思来行呢。咱知影以利亚先知是上帝真重视的一个先知，伊的结局就是互上帝来接纳。圣经记载有对其他，就是迄个必得伫所在内的先知，连续2摆甲以利沙讲：你敢毋知影？今仔日上帝要将你的老师来接走，这是咧指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先知是上帝的人，上帝接纳伊。耶稣基督
伊嘛执意要行一条受苦死亡的路，因为迄是上帝定着拯救的路。耶稣基督正是要成做迄个救赎上重要的关键者。这一条路也是上帝接纳伊的一个方式，因为安尼行就证明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囝，是上帝的人。咱呢？诗篇77篇第1节，我要对上帝大声求救，对上帝出大声，伊会暗耳空听。伫患难的日，我找求主；伫眠时举手祈祷无煞。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12节，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年你早时的信仰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所做的。上帝啊，你的道路神圣，点有生命，亲像你遮尔伟大。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要伫万民中显示你的权能。你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，解救雅各甲约瑟的子孙。上帝啊，大水见着你，大水见着你，拢惊吓。深渊嘛袅袅转，密云变落雨水，强涨大雷。你的死若死过啥？光烈啊风内面有你弹雷的声。死若的光死甲全地，地摇摇拽，大摇动。海中有你的道路，大水中有你的路径。你的脚迹无人知。你用摩西亚伦的手带你的子民，亲像在带羊群。求主帮助咱，成做一个属上帝的人，不但将上帝赶伫嘴，嘛放伫心内，时时刻刻跟对上帝，成做伊忠心的仆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